大家好，澳門市一名中國籍女子喺英國承認詐騙，警方查獲61000個比特幣，市值大概560億澳門元，係全世界查獲嘅最大批加密貨幣案。現年47歲嘅中國籍女子錢志敏被英國警方落案控告，非法取得且處理比特幣罪。近日喺倫敦嘅法庭出庭，佢承認控罪。案情指錢志敏2014年至2017年期間，以投資公司天津藍天格瑞嘅實際持有人身份，同拍檔喺中國策劃大規模金融詐騙，受害人數多達128000人，涉款超過430億元人民幣。錢志敏其後將巨額非法所得轉換成加密貨幣比特幣，並喺2017年持假護照潛逃英國。中國警方通過國際刑警對佢發出紅色通緝令。佢曾經試圖透過房地產交易將非法資金洗白，但因為大筆資金來歷不明，引嚟英國警方調查。2018年，英國警方突擊搜查錢志敏位於倫敦嘅豪宅，查獲裝有61000枚比特幣嘅設備，市值大概560億澳門元，係英國歷嚟最大宗，亦都係全世界查獲最大批加密貨幣嘅案件。不過錢志敏當時唔喺屋裏邊，直至到舊年4月份終於落網。藍天格瑞喺2014年3月成立，推出10幾款零風險高回報產品。以高息利誘投資者參與，投資額由6000到6萬蚊人民幣不等，且不設上限，聲稱收益率可以高達1至3倍。結果喺2017年暴雷。至於中國投資者能唔能夠喺英方破獲嘅比特幣入面追討血汗錢，按現行嘅法規，只要中方能夠證明呢啲錢係嚟自疑犯喺中國境內嘅違法犯罪，英方可以同中方分享呢筆錢。但係有內地嘅律師就認為，要成功追翻境外資金並唔容易。